美中高层的官员伫咧间谍气球的事件了后，头一天见面，美国要求中共派军援罗西亚，佮讲会关注因对台湾的动作。澳洲东南部波士尼亚有一座哈比人风格砖头，看起来亲像是电影场景，请真济游客去参观。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美国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甲中共中央外事委办公室主任王毅，当时伫咧奥地利会谈。这是伫咧间谍气球的事件了后，美中高层的官员头一届见面。美国是要求中共派军援罗西亚，嘛表示讲会关注中国伫咧台湾问题顶悬的动作。美国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第11甲中共中央外事委办公室主任王毅伫奥地利维也纳会谈，两港时间会谈8点钟，讨论包括全球区域安全、俄乌战争、甲台海等等经济议题。美国要求中国莫提供俄国军事援助，嘛表示会关心中国伫台湾问题行动，佮一摆强调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状况。美国会努力遵循用台湾关系法、美中3公报甲6项保证做准则的一中政策。不过中国有关强调，台湾是中国的领土。搞台独分裂、挑战国际公理和秩序、逆历史潮流而动，注定是绝路一条。中国国家统一必须要实现。这是双方高层官员伫中国间谍机轨事件了后的会面。而美国总统拜登7日表示，伫安排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谈。美国嘛积极推动甲中国经济部门的官员通话也是会面。对此，中国是要求美国莫讲一套做一套。关键是美方不能一方面讲沟通，一方面却不断对中国打压遏制，不能说一套做一套。我们敦促美方端正对华认知。尊重中方的底线红线，停止损害中国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俄乌战争的状况，美国11嘛举办听证会，讲俄乌战争影响经济，有可能会成做中国决定是不是要攻占台湾的原因。I think that the Chinese are watching the war between Russia and Ukraine very carefully, and if he's allowed to succeed in that, China will learn certain lessons, and it may not be the single decisive point, but I think it will calculate into their decision-making process as to whether or not they attack to seize the island of Taiwan. 这个美中会谈是不是对双方维持对话有帮助？有美国官员认为，双方都已经了解维持沟通的重要性。虽然也未讲到细节，不过有过未来几个月，两边的官员对互相访问。国际新闻台视同朋友。来台湾拍球的篮球名车魔术霍华德，顶一日甲咱的副总统赖清德同齐拍关公宣传片。不过，今日却是雄雄伫咧中国引起话题，因为霍华德伫咧这影片当中是用国家称呼台湾，中国人就批评伊台独，要甲抵制。霍华德今日是表示，伊无要伤害任何人的意思。跳传统泰雅族的舞，宜兰东澳国小的师生是欢喜迎接篮球名车魔术霍华德。霍华德嘛真热情，和学生来一个 Give me five， 佮记得陪大家做伙拍篮球。除了去偏乡陪囡仔，霍华德佮帮助行销台湾，做来去总统府带一面体验活动的宣传大赛，和副总统赖清德做伙翕影片。Since I came to Taiwan, I've gained a whole new appreciation of this country. Are you really sure we can stay for one night at the president's office? Yes. I don't even know if that's legal in my country or not. That's why Taiwan is a free country. 但是影片内面，霍华德是公开讲台湾是国家，所以引起中国网友的抵制。其中霍华德台独的关键字，佮变作微博超吹的前2名，看过是超过3亿，红砍一来2番的政治风波。霍华德嘛回应。It was not my intention to harm anyone, and I was just simply stating my love and admiration for Taiwan. 攻击艺人啊、运动员背后的目标，就是希望孤立台湾。我觉得这样子不好。中国大陆的网友也不必反应过度，我们就是坚持中华民国。调查立委认为讲无需要过度政治化，对中国网友攻击的言论，霍华德嘛强调讲，伊无想要伤害任何人。台湾真好，伊家己嘛捌去过中国各地，伊尊重中国人嘛尊重台湾人，平等对待每一个人，未来嘛会坚持这种理念。记者综合报道。
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三更新闻。日本去年4月到12月，幼儿园牵涉到照顾不当的案件是有900多件，其中有90件有明显虐待囡仔行为。日本这阵是按算赶紧修法，加强地方政府通报责任。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南韩出现头一个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到达，已经过3年4个月啊。当时宣布把新冠肺炎降做地方流行病，对6月开始入境嘛唔用 PCR。英國《Times》報道，根據英國外交部的文件，羅西亞小想要交給一個在摩爾多瓦牽涉貪污，所以講逃出國的警官。羅西亞想要跟伊合作，推翻摩爾多瓦目前的政府，要栽培瓦羅西亞的政權。sau đó是美國《紐約時報》指出，美國中情局 CIA 有真濟女員工講，因去互同事騷擾甚至性侵，不過要檢舉的時陣，煞是去互定時壓落來。但將其已經在調查。CIA 嘛宣布講要請專家來到處理。上尾是華盛頓郵報，馬斯克講已經為着 Twitter 找到新的執行長。這馬斯克要落心的消息傳出來了後，伊的另外一間公司電動車特斯拉的股價隨起去。這禮拜泰國跟土耳其攏要大選，咱先來看泰國這邊。泰國目前的選情也未明，有4位候選人競爭真激烈。目前民調排第一的皮塔。甲聖地世家出身，老爸甲阿哥拢做過總理的貝東丹，因兩位攏是真少年的實力戰將。因也是另外一位泰組合黨的阿努廷，伊捌做過內政部長甲副總理，嘛成功推動大麻合法化。因也是聲勢上界歹，竟然是現任的總理帕拉育，伊的民調敢若8%外。不過伊的背後是有軍事派咧小天，所以到底什麼人的選贏，抑閣充滿變數。選民的情緒真激動，小姐甲台頂的候選人握手。泰國大選選舉進程，上尾一場政見辯論會，民調持續領先的皮塔親身出席，在選前閣有票一個。More and more confident as we approach the ballot day. We've been around the country in almost districts, and the response has been overwhelming. 皮塔表示，前進黨關注泰國日落產業的轉型，嘛希望改變軍人掌權的政治生態。選舉的結果若是無像伊按算的，無排除會甲其他的民主派政黨組聯合政府，嘛講到要學習台灣。I had a chance to sit down with Maurice Chang of TSMC. Marriage equality, I understand that you're number one in Asia in terms of economic structure as well as politics in the way you get into power. So hopefully we get to keep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ailand and Taiwan. 學者指出，就算現任帕拉育政府甲中國的關係真親近，不過卻造成泰國發展動盪，經濟成長比其他東南亞的國家還較慢。民主派拿起來，有機會甲西方國家有更加濟接觸。Now we have durian, which being export to China only. We used to have seafood that export to Australia, the US, the UK, but now, well, they are banning it because the reason of human rights. They don't really cut it, but they might, balance the power between the West and the East. 因為過去泰國無共意識形態支持者，捌發生過幾屆衝突，各界密切注意這禮拜選舉了後情勢變化，還有長期執政親軍方的勢力會有什麼款的動作？記者綜合報道。接落來，帶大家來看土耳其大選，現任的總統埃爾多安已經執政超過20年啊。目前的民調，埃爾多安的支持率是43.7%。因若是在野上屆声勢上屆好的基里達魯歐，伊的支持率是49.3%，比現任的總統埃爾多安更較懸。即陣另外一位在野候選人因斯，竟然是伫咧選舉的前3天宣布要退選。這個因斯本地支持率是有2%，即陣伊退選就有可能互這個基里達魯歐的聲勢會當互伊的更較佔贏面。因若是在野黨就有可能會當拼倒執政20年的埃爾多安。Adaylıktan çekiliyorum. Adaylıktan çekiliyorum. Bunu memleketim için yapıyorum. 5年前的总統大選，代表共和人民黨次前總統埃爾多安的因斯摕下30%的選票，不過第2年伊就退黨到別黨去，今年以國土黨候選人的身份來參選，
伫4位候选人内底支持率大约伫2%左右。在意也就是投票前3天，英斯伫安卡拉召开记者会，讲过去45天一直遭到恶意的中伤甲人身攻击，加做性爱影片伫网络世界播，严过当局对此当作无看，完全无要保护伊名誉的拍算。Onursuz dediler, gerizekalı dediler, aşağıladılar. Bu çok büyük bir haksızlık. 因此，提选对反对阵营6个主要政党集中火力所推出的总统候选人吉里达欧鲁将是一个好消息。今年74岁推出恢复民主、和解、政治色彩中间偏左、行世俗派路线的吉里达欧鲁，以49.3%的支持率排第一。现任总统埃尔多安是43.7%，两个人真可能必须伫5月28第2轮投票来一决胜负。Ben kendimi bildim bileli aynı iktidar var ve artık bir şeylerin kesinlikle değişmesi gerekiyor. Bir şeylerin iyileşmesi gerekiyor. İnancımız tam. Son seçim. Artık çok heyecanlıyız. 埃尔多安掌权的20多年，土耳其由一个伊斯兰世俗派民主议会制国家走向保守总统专制。比过去5年疫情、利拉变大、交通会批场、甲大地震的种种的打击，更加受反对派声量大增。英国经济学人周刊伫选前的预测中指出，若民主派顺利甲埃尔多安赶来，对着土耳其修复甲欧美的关系有帮助，也互土耳其真侪全球民主派拍败强人的典范。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同款是政治新闻的消息，巴基斯坦的前总理伊姆兰汗拜日因为贪污的罪名凶抓起来，但因的最高法院是裁定这项逮捕的行动违法，要随甲伊姆兰汗放出来。伊支持者是随就地庆祝。在最高法院裁决当局逮捕伊姆兰汗的行动是违法的，应该随甲放出来。支持者是随拢去伫街度庆祝。पेशावर की ताजिर बरादरी इमरान खान के साथ खड़ी है और खड़ी रहेगी और आज हम चीफ जस्टिस का भी शुक्रिया अदा करते हैं कि उन्होंने हक का साथ दिया。两公前伊姆兰汗到高等法院去出庭，忽然间一大堆军警是撞入来，甲伊以贪污的罪名抓起来。伊姆兰汗是指控讲伊敢若放绑票，而且过程当中是互用棍仔一直拍，这画面互逼出来了后，互支持者是真生气。各大城市是爆发大规模的示威，在警民冲突当中造成至少10个人死亡，2000人轰抓。最高法院裁定国家民政局这项逮捕的方式无效无合法，但国防部长提出质疑。कि नवाज शरीफ से लेके मेरे जैसे वर्कर और बेशुमार हमारे साथी जो हैं वो क्यों अदलिया के जो है इस हुस्न सलूक से महरूम रहे हैं और ये हुस्न सलूक जो है ये इस तरह सिलेक्टिव बुनियादों के ऊपर जो है क्या सिर्फ इमरान खान के लिए जो है वो महफूज है। 伊姆兰汗是前棒球的超级球星，不带国家队摕到世界杯的冠军，甲打拢受到真侪民众的欢迎。后壁伊去参政，而且伫2018年赢大选做总理，但是5年的任期，伊敢若做4年，就伫去年的4月互国会罢免。目前伊官司真侪，面对的指控是超过100件，若相关的案件互定罪，伊规世人拢无可能阁做公职。专家分析讲，当局即摆出手甲抓，就是想要伫11月的大选进前，甲伊和伊的政党的声势降落来。伊姆兰汗拜五伫一大堆警力的介护之下，参加保释听证会。未来乃当保释，政府嘛讲会随甲逮捕。我是新闻张慧敏编译。2024年的巴黎奥运明年8月举办，这群有9万的运动员要带伫咧选手村，要安怎互因食好饱、有营养、佮有法国的特色，是真考验总破赛。用油去蒸食材，再个真足菜盘。这出餐会伫明年的巴黎奥运出现。这个伫巴黎不利亚有名的总破赛谢格诺，已经加入奥运主教的团队，到时伊会准备15种菜。I have a guinea fowl that we cooked on a low heat, so it's still quite pink and juicy. 这个挑战难度是真悬，因为敢若巴黎北部的选手村，就会入来超过1万个运动员，而且餐饮的部分是24点钟拢袂当断的。
The aim is to feed 12,500 athletes from 206 delegations, from breakfast to dinner. So it's about offering them catering that meets expectations, so they can give their best performance. 另外，一个比吉林3星的总决赛，伫比赛职业的梅切斯，嘛会参加这场运动盛事的饮食大作战。伊本身是前职业篮球的选手，了解讲食物对运动员来讲是偌重要。伊干设计餐就开2年的时间，即马准备要出好食、佫健康、佫天然的菜。梅切斯佫打算讲，奥运的期间要派餐车到巴黎。巴黎奥运的餐饮团队是估计伫比赛期间，爱替奥运和帕运的选手，逐天提供大约4万份的餐。另外，佫爱伫12个比赛地点提供观众会当食的物件。法国总决赛拢已经准备好，要完成这场美食大作战。公司新闻市湾连编译。欧洲东南部的波士尼亚有一座有哈比人风格砖仔头，看起来就亲像电影魔界场景，请真侪游客去参观。甲青色圆门拍开，天崩地裂啊，路也无大个，这亲像哈比人的世界就出現伫眼前咯。Voda šumskog izvora energetsko piće, pucketanje vatri, ispeći najljepša glazba, a miris petroleja uspavanka za laku noć. 这座奇幻的村庄是东南欧头一座哈比人风格的村庄，伊位伫波士尼亚甲赫塞哥维那中部的谢角村。离首都塞拉耶夫大约40分钟的车程，建造者是4个姐妹仔，因自细汉伫遮大汉，对故乡充满感情，希望做一寡什么来吸引游客。I gdje smo došli na ideju da napravimo nešto atraktivno i privlačno i drugim ljudima da dođu u ovo selo i ovaj gradić i na kraju krajeva u ovu državu. 这4个姐妹仔有是来设计哈比人的村庄，因开始模仿哈比人大风格，同时加入当地特色。像头一间厝就是以细汉记忆的菩提树来设计，另外一间是以颇好有名的彩矿小镇洞穴来命名。内底天棚也安装精灵石，4个姊妹仔已经完成2间厝，要3间才入去。希望这座充满哈比人甲颇好风情的小村庄，会吸引真侪喜爱魔界人来佚佗。公视新闻市湾林编译。英国伦敦的大英博物馆，这几年是有真侪国家要甲文物讨回去。亲像希腊嘛想要甲因新建的石雕讨回去，不过目前协商公无成。看起来袂输敢若是外大理石的雕塑，互参观的民众学了讲2500年前古早人的工艺哪会遮赞。这是希腊雅典帕德嫩神殿的神像雕塑的全体，不过这嘛是大英博物馆的馆藏。几多年来，希腊甲英国拢伫咧争论这项古文物是啥的。Στην κατεύθυνση αυτή η κυβέρνησή μας από την αρχή της θητείας της έκανε και εξακολουθεί να κάνει συζητήσεις με την βρετανική πλευρά. Οι συζητήσεις αυτές βρίσκονται σε ένα προκατακτικό στάδιο. Απέχουμε πολύ από το να έχουμε ανακοινώσεις ή οριστικές συμφωνίες. 19世纪时阵，这款雕塑和英国驻奥图曼帝国的贵族外交官阿尔金摕到，所以佫互人叫做阿尔金石雕。不过，阿尔金取得雕塑的过程一直拢有争议。希腊认为阿尔金无经过迄当阵奥图曼所在的同意，就入去神殿特处雕像，运送的过程也真啰嗦，造成古文物的表面受破坏。因为英国是强调，迄当阵是政府出钱对阿尔金的手内合法买来。送予大英博物馆，佮讲这款雕塑若是无运到英国，可能就无法度保存落来。希腊当局几多年来一直要求大英博物馆甲雕塑下印，最近协议搁再失败。英国方面因为1963年有通过大英博物馆法，规定袂用甲馆藏还等于原本的所在，若是无想要违反，就要伫咧希腊设大英博物馆分馆。Η βασική μας επιδίωξη, το βασικό μας μέλημα είναι η επανένωση των γλυπτών του Παρθενώνα.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幾多年來擔任協調者嘅角色，幫助迄款被掠奪嘅文物登記原本嘅國家。不過要處理英國嘅情形無容易，直咧政壇甚至有官員反對海登記，所以要互帕德嫩古文物登記也閣有通等。公視新聞牛燕編輯。感謝您收看今日嘅新聞世界，通我是蘇怡，咱後禮拜一同一個時間再會。